同样是看客家戏剧20年，有内容佢係屏東嘅客家人，佢過去呢作為青長時間嘅新聞主播，不過呢，佢哋係廣播節目主持人、電視節目主持人，還做影視劇嘅演員，佢做舞台劇，也參加青島嘅典禮嘅主持。佢作為太極泰利客家平安得到嘅金鐘獎最佳嘅女主角。今日我談看啦，佢哋也是行業，很容易做出成績來。我去救班班，结果望到自雄的吼嘅片。摔倒这件事就过去没有啊？我用呢，礼拜嘅摔我就会刚输过次，就会演而应，重复却不复制。往第摆係第擺往，冇嘅經驗。往第二擺、第三擺嘅時間，都低嘅嘛。結果到嗰種第我嚟敬畏。过弯的时间有一摆拖延，如果油掉了，因为你已经预期你会摔倒，那个镜头上他可能看起来就感觉过险面，然后感觉哦，过去哦，我用嚟弯的新摆行我看起来第一摆弯到呢，然后感觉挨路，一直係好視嘅歌唱，上講也希望按貼片、按奇妙，也角色按難。嘿，都安尼想，有時吧，我想講，甲陶淵明我咁有愛，嘿，因為佢算係素人演員嘛，會做一個男突戲嗰個角色，我感覺我自己有很大的好奇是，甲做嘅我用呢，如果我做出了一個角色，我邊做用呢也用誒，我覺得很大東西是我的好奇先行了，雖然會有。還會有疑惑嘛？你會這個會做動用呢？可是我對自己的那個疑惑跟懷疑不會放很前面。等都係，你喜歡挨了做可能，然後我們就一起冒這個險。阿盧導演有同我講過，有講以前啊有演會做警察嘅時間，伊會讀到，如嘅演員會引起學警察我形容嘅情形。阿盧導演如果唔會啦，警察嘅身上唔作上去，唔如警察嘅，唔好上安度。阿姨如果同我講，伊如果唔會啦，唔嘅衣服作上去，唔如係阿妹，唔好上阿妹形容嘅。鄉親朋友，今日好冇啊？天時轉涼嘅喲，記得多加涼衫哦。韓國百里國民眾服務中心按叫有免費嘅健康檢查呢。阿叔阿伯叔婆伯妹有閒，我韓國去做一下檢查哦。貴間公司有咩請阿姨嘅節目？係啊，喺度落路講講。馬嘅係錢，馬嘅係義，係咩？七家公來七家喜。其實我剛我周圍時間，我一直在一個漫步在雲端嘛，MD 呢，因為我都喺明夜上講，每天都有大魔王，真緊周圍時間，我聽講你哋有一場戲暗難，後日咩暗難，
明日要按难，明日旅游过难呢，因为主攻嘛吼，如迄全雷达，如迄实际讲差不多明日旅游，我如迄一重一重想办法去解决，嘿，无想太多，尤其有一个角色太重诶，故所以我提倡的路迄要强哦，唔个表现要够强啊，故所叫我去3分如何，唔好叫到7分。像太极太里有一幕係過暗躺下，我即個係看電視，我係叫暗暗的，後來來嘅係門嗰片很暗。媽媽，你最近日肚時好冇？一個月100拜，到最尾1拜嘅時間，因為大拜叫係盧導演如果講可以過少一些嘛，再哭少一點，可以再少一點嘛。外國衣服哈，安尼係唔拉少哦，我感覺安尼鏡頭唔好看唔到嘅嚇。結果最尾1拜又講好來瞧瞧安尼，佢看呢，看係回放嘅錄音可以，又講對不對？他說你這裡有，這裡就會有，不用擔心。哎。梅姐，麻烦你过来看一下。以前我會看過讀書啊，也算演員講法，會講自家變做角色。我感覺我嗰種歌唔係安尼，因為我會想我用嚟錄唔會變嘅角色，係，我會感覺嗰種，因為他爸有嘅遭遇，我不可能遇過。我家是去想象我讀到安尼嘅事情，我覺得對我的表演沒有幫助。我能會想辦法表現，不過我會講，唔見家人表現，觀眾看起來很用咧。假使唔定，如果應聽二胡嘅歌唱，我感覺我也係很聽二胡嘅歌唱，我感覺也係真難嘅。